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2號。這一期咱們聊一個熱點話題。今天央視有一個報道叫央視曝光舊衣回收產業鏈內幕，上了熱搜我看有很多人在評論，這是怎麼回事呢？就是說你能想象你在各大這個社交媒體上或者各大這個電商直播間，你買到的衣服很有可能是回收的衣服，是二手衣服。而且这个回收的这个来源呢也不明，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叫废品回收站，也有可能是来自垃圾站。你敢想象吗？这个央视它是暗访这个他们找到了这个東北地區舊衣分揀回收規模最大的集散地，叫長春。這個總台財經調查記者來到長春昆騰舊衣回收公司，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這個財經調查記者深入的調查了一下這個舊衣回收以及這個直播間怎麼賣這些衣服。大家看視頻知情人介紹，長春是東北地區舊衣分揀回收規模最大的集散地之一。幾番尋找，記者輾轉來到了這家大齡舊衣回收廠。對於眼前這些回收來的廢舊髒亂衣服，廠子的負責人向記者證實，目前他們的這些貨大部分都銷往了各類電商的直播間。春秋的時候就賣薄的了，但是現在冬天都賣厚的。我們分的也挺清楚。現在直播間他們都這麼要貨，今天來裝的就是裝的雙面呢，裝的鞋，裝的粉廣。一般情況下都是一噸多2噸多貨，一般都是3.8米的車4.2米的車拉的。你要是說大主播的話，拿6.8米裝。離開這家回收廠，記者又找到了這家名為昆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的舊衣回收公司。公司的負責人也告訴記者，目前直播間對回收衣物的需求量很大，僅他一家一天就能銷售幾十噸的回收衣物。他們幹直播來挑的，那天天跟趕集似的，我一天挑桶貨挑40噸。為了促成和記者的生意，昆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老闆還特意給記者牽線，聯繫到了當地一家專門售賣舊衣物的直播間。想買高品質性價比，姐妹走過路過一定不要錯過，姐妹牛仔加棉花，看不姐妹一件衣服能過大冬，姐妹直播結束後，劉總接待了記者，他介紹剛結束的這場直播，他們總共賣出了近半噸的衣物，營業額高達1萬多元，幾乎將預先準備好的衣物全部賣光了。往前一天就播3個慢點，2場1噸，2場1噸唄。你這貨供得上嗎？供不上啊！你這不划了多的地方，長春市的後牛仔外套我都壟斷了，還有山東、重慶都給我發。劉總向記者介紹，別看直播間裡的衣服標價極低，每件不過幾元、10幾元，但靠着更低的進貨成本，這筆生意的利潤相當可觀。記住，這個東西二手衣服別成件算價。我給你舉個例子，假如說你進5000，你1場直播、2場直播賣了1萬，剩的貨你就全掙了。不要單件算。劉總告訴記者，他今天在直播間出售的衣物都是從舊衣回收廠以噸為單位採購的，這批貨物的品質相當一般。直播間所宣傳的高品質、大牌尾貨、新衣樣品，這些說辭只不過是賣貨的噱頭。咱直播間不說是二手的是吧？不說二手，因為他們看不着面料，看不着材質。首先第一點看主播穿的，直播間一打燈光啥都好，破爛的瞅它也好。當記者質疑部分衣物已發霉，劉總稱這屬於正常現象。幾乎所有從分揀廠進貨回來的舊衣物，他們都不會進行清洗消殺，拿回來掛上衣架就能售賣。這樣做才能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不洗，誰有功你咋洗呀？誰能洗起呀？你咋洗呀？哪有？除非有那種專門就水洗那種大型那個有翻新那種大型那個就洗衣機，好吧？那誰能整洗？咱家這小洗衣機，誰洗不洗呀？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各大平台的電商直播間裡，售賣回收舊衣物的商家很多。不少直播間老闆也承認，這些二手衣物來源複雜，有來自舊衣分揀廠的，
有些甚至來自垃圾站。踏手的，就是我基本上是5天吧，5天能一吨货。这玩意儿不洗的多，没有几个洗，肯定洗不过来。都是二手的，不能说是二手的，知道吗？违章违瑕，因为咱这个有很多问题，有很多话术不能说。他要问新的旧的，违章违瑕，这可以说，这是话术。说實話，我看完之後啊，我不覺得吃驚啊。為什麼呢？首先，一個連吃都管不好的地方，不要說吃了啊，一個連嬰兒吃的都管不好的地方，連嬰兒奶粉都能造假的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那簡直是叫順理成章啊，不出意外。唯一出意外的是什麼呢？我以前在直播的時候，在節目中也說過啊，因為這些很多賣衣服的，他那個衣服都是成包買來的，就是他們去那些什麼批發市場啊，那個衣服那一大包，你因為那一大包衣服你不可能一件一件的看，你只是一打眼，然後你就出價，這一包100塊啊，這一包80，很多人都這麼去一包一包的啊把衣服買回去，然後收拾收拾掛在那兒賣。這個當時啊還沒有這個什麼直播間的時候，就是線下店都這麼幹。那你說直播間對吧？現在那燈光一打，誰也看不見啥，而且直播間裡面那個模特對吧？那賣的人穿的是一套，給你發貨的是另外一套，所以這種那就比比皆是是吧？我沒想到的是人家現在是論噸賣，對吧？一噸多少錢？也就是這個量大了。以前是按包，對吧？這一包50。所以我來談一談啊，我對這個事的一個看法。咱們說到哪兒就聊到哪兒。首先啊，我看這個新聞呢，我感覺有點欣慰啊。欣慰在什麼地方呢？或者叫有所感慨吧。咱們前一陣子對吧？這個講完了《紅樓夢》，這個《紅樓夢》裡面一個重要的一個情節啊，就是貫穿《紅樓夢》始終的一個重要情節，就是衣服啊非常珍貴，尤其是棉衣。大家要記住啊，這《紅樓夢》呢可是康乾盛世啊，對吧？他寫的肯定是康乾盛世，就是那個背景啊，因為作者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在康乾盛世的背景下，衣物尤其是過冬的衣服如此珍貴。這個賈雨村呢，在那個葫蘆廟裡面跟這個甄士隱，對吧？那甄士隱為了投資他風投嘛，覺得他是個人才，所以建議他進京趕考，然後還給他推薦人，這個實際上就是風投啊，網羅這個就像現在的 HR 一樣的獵頭。那麼他就給這個賈雨村呢50兩銀子，不光50兩銀子啊，還給了他2套棉衣，冬天穿的衣服。這個《紅樓夢》裡面還有，對吧？這個王夫人還有王熙鳳，對吧？動不動把自己的衣服，舊的衣服或者穿小了的或者怎麼着的啊，都賞賜給那丫頭，對吧？給什麼金串什麼銀串，對吧？襲人如果不貴重，對吧？他也不會去賞賜。那個劉姥姥每次到大觀園，對吧？得到最多的就是他們把衣物送給劉姥姥。這個劉姥姥呢是叫千恩萬謝。那個賈母，對吧？賞賜最大的賞賜不就是各種這個珍貴的衣服嘛，對吧？賞賜給這個薛寶琴，對吧？賞賜給這個賈寶玉，都是衣服啊。這個賈母拿得出手的，對吧？用來衡量他對誰重視而不重視，那就是衣服，對吧？衣服的這個規格，衣服的這個級別。那裡面這個一個案例啊，就是邢岫煙呢，他家裡窮啊，所以他為了周轉啊，在夏天或者天熱的時候，把自己的棉衣當掉了，對吧？放到這個典當行借錢，然後到了冬天扛不住了，再去把那個棉衣贖回來，這個就是邢岫煙幹的。所以通過這個《紅樓夢》啊，咱們就知道康乾盛世一件棉衣對這個老百姓的這個重要程度。實際上在古代啊，一到冬天，很多身體不好的或者是就是基礎不好的老百姓都會被凍死，當然了是飢寒交迫啊，這個說的就是反映的啊，就是我們當時的物質匱乏。就我們現在很多人很難想象啊，那個時代，對吧？一場大雪下下來，如果連着下3-5天，恐怕就有一批人被凍死。這個在古代那個一些文學裡面啊，那個或者記載裡面，那是比比皆是。甚至啊，我們都不用往前看，不要說太遠，對吧？那個封建社會就是50年前，甚至啊，你再往前推40年前，咱們有很多這個山區，對吧？什麼革命老區，這種報道也非常多啊。你自己去看看，有很多人一家人呢，就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不出門呢就躺在這個炕上，拿個破棉絮啊蓋着。這種小說裡面非常多啊，你就多看一看什麼莫言吶、陳忠實啊，他們寫的。有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這個40年前啊，很多農民農村地區御寒靠的是稻草，對吧？這個床上墊的是稻草，下面為什麼？稻草因為它裡面是空的啊，有空氣，也這樣的有種這個保溫隔熱防寒的作用。稻草，然後什麼沖什麼麥皮啊，那叫糠啊，然後那被子裡面塞了也是稻草。小孩穿的冬天的御寒的衣服啊，
也是稻草，裡面塞稻草。然後我們現在再看一看，你看我們是不是物質極大豐富啊，对吧？这衣服都是论吨成吨的卖。当然这是我的感慨啊，我发现这个你看看几十年时间，衣服就变得过剩了。从这个衣不蔽体，对吧？衣服是最珍贵的这个物品，尤其是棉衣、冬衣啊。那现在呢，成为论吨卖，这是我的感慨啊。但是我们还说回了这个旧衣回收产业链。首先，这个直播间啊，涉及什么呢？就是欺骗、欺诈。我倒不觉得说这个旧衣不能卖啊，你回收的衣服可以卖，但是你要明码标价，你要说清楚这个衣服是回收的、二手的，那人家愿意买，对吧？那没关系，有人对吧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去买这些衣服，你要明示。但是你把这些衣服当新衣服卖，这就是欺骗。这些衣服来源于哪里呢？不管它来自哪里啊，最终它的流向啊，第一批对吧是这种通过直播间卖出去了，那直播间还卖不掉的怎么办呢？有人啊恐怕拿这玩意儿去赈灾，往什么灾区送，对吧？把它抵这个赈灾物资，这是一个流向。如果赈灾你也送不出去呢，对吧？还有很多是我刚才说的流到那些小镇啊、县城啊，各种这个时装一条街，也就是线下店。如果这些还消化不了，又流到哪儿去了呢？还有一些啊这个标识性比较强的，你比如说啊美团的衣服，对吧？京东的那个衣服，饿了么的，还有什么各个学校校服，对吧？上面印着字的，就标识性很强的啊，这衣服，它就流到非洲去了，南美，总之那些欠发达国家，对吧？整集装箱的送过去，也是论吨卖啊，在国内当废品，到那边任人挑，有的甚至啊流到俄罗斯，这俄罗斯的很多旧货市场卖的都是中国的这样的衣服，再最後消不掉的，恐怕就又進了這個原料車間。總之啊，只要有錢賺，就有人去鑽營，就像這個嬰兒奶粉它管不了一樣，這種事情實際上有關部門也管不了，沒有用的，對吧？你去啊，按照央視曝光的，你把這個長春這兒一查一整頓，我相信啊，這央視一曝光，這個長春當地的這個管理部門，什麼市場監管監督總局啊，一大堆的肯定要上，對吧？要整頓，有什麼用呢？你把這兒整頓了，那兒又出來一家，它這是一個利益鏈條，你沒有辦法，唯一能做的啊，就是叫僅退款。實際上啊，這個拼多多搞的這個僅退款呢，實際上是消費者一個最有力的武器，很可惜啊，被這個有關部門聯合絞殺。我一直認為啊，這個僅退款呢，是個非常好的制衡的武器，對吧？你可以各種手段去違法，去這個什麼鑽營，對吧？不講信譽，以次充好，那消費者就一招，對吧？我僅退款，這樣按這個時髦的話說，叫倒逼這些商家，你得誠信，對吧？比如說啊，你在直播間買了這衣服，你一看好像不大對勁，或者你沒相中，或者對吧？你感覺這個有問題，那就僅退款呢。有很多啊做直播的、做電商的很反對這個政策，那你要自己對吧？你要反省一下，你這些做電商的，你看看都在幹啥，對吧？以次充好，賣假貨，很可惜啊，這個以次就叫僅退款呢，居然被這個叫停，這個也就縱容了啊這些商家肆無忌憚。實際上反映出啊，為什麼現在像這種舊衣啊回收產業越來越發達繁榮，跟這個叫停僅退款也有關係。一旦這個僅退款啊深入人心，像這樣的直播間，對吧？像這樣的搞法，他也賺不到錢，因為你貨發出去了，你一分錢收不到，人家都是退款，所以很可惜啊。當然有人就說了，那我們正常的直播間，對吧？正經賣貨的也會受影響，這個當然，所以你這個成本你不能讓消費者承擔，對吧？現在你看看啊，這種產業鏈都是在消費者在承擔，所以我就在想啊，這種事情為什麼會發生？這是問題出在哪兒？我記得我在有一次這個節目裡面說過啊，因為咱們是個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的這麼一個社會，對吧？是長期主導咱們這種不講誠信的行為啊，就沒有契約精神嘛，這不就是欺騙嗎？改革開放以前啊，就是這種小農經濟啊，就我們歷史上，這是大家都明白，就是我們是重農輕商，甚至啊叫重農抑商，就是壓制商業的，這個是貫穿我們歷史的啊，所以我們叫無商不奸，對吧？對商人的評價也很低。在這個小農經濟時代啊，這種交換本來就少，但是也有，所以他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啊，比咱們現在要少。為什麼呢？因為是熟人社會，對吧？熟人社會你很難就是全國到處流動啊，就是在我們的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面啊，所以你要是像這種啊這個欺騙欺詐造假以次充好，那因為大家都認識，對吧？你就把自己牌子砸了，一傳十十傳百的當地人都知道了，你這人賣假貨，對吧？這個缺斤少兩，那你這個生意就幹不下去了，因為大家都認識，熟人社會啊，所以他還得顧忌一點。改革開放以前啊，這個我記得還沒有小店，小店都不發達，只有供銷社。但是供銷社你想想啊，它是什麼一個面目，它是一個什麼服務水平，所以說就出來那種
賣小貨的小貨郎啊，这个挑这个担子对吧？里面摆了一些什么日常用品，一路走一路拨浪鼓啊，连这种他都要讲诚信，因为你走街串巷的，如果你要卖假货卖的不好，对吧？以次充好欺骗，那你下次来人家不在那里买，而且还有可能要打你，对吧？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啊，咱们对吧？这个熟人社会被重构，你看，尤其现在电商，你说你卖给谁，谁不知道啊？这直播间对吧？今天關了，明天他重開一個，不要什麼老字號不老字號的。所以你看啊，沒有了這個熟人社會的約束，對吧？沒有了這些口碑，他就放開了手腳，大行其道，對吧？坑蒙拐騙，以次充好。即便熟人知道了啊，你村裡面人知道了，或者你街坊知道了，大家也不會覺得你這人不行，反而給你豎大拇指啊。為什麼呢？只要你賺到錢就行了，你就是成功人士，對吧？你這個叫笑貧不笑娼嘛。大家都知道你賣假貨啊，大家都知道你這亂來，只要你賺到錢了，你就厲害，鄉親們給你點個讚。如果你再掏點錢把鄉親那個路啊修一修，對吧？路墩再搞一搞，那你還是個大善人呢。那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說啊，他是偷奸耍滑、坑蒙拐騙賺的錢。所以你看啊，實際上是一種熟人社會的重構啊、解構，導致這麼一個現狀啊，就被央視曝光的這些人啊，他們不會覺得內疚，他身邊的熟人，對吧？他這一曝光，很多人都認識啊，都知道是誰，不會這個痛斥他。他身邊的熟人只會說，哎呀，你怎麼這麼倒霉呢？不小心被抓住了，可惜了。沒有人說，這家伙居然售假販假，我不搭理他了啊，我們絕交，你不是個東西，不可能的啊。只會說，哎呀，你怎麼這麼倒霉呢？下次小心點，對吧？人家都暗訪你了，這人一看不正常，問這問那的，你肯定是記者啊，你怎麼還跟他搭話呢？大家都會埋怨他，說他這個不小心，對吧？而不是說斥責他，你怎麼不講誠信？這就是我們當下社會本質上還有一個成王敗寇。所以在這種背景下，你什麼有關部門怎麼管意義都不大，對吧？你無非就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也就是我們從過去的這種熟人社會，對吧？一下30年跨到現在這樣子，枷鎖打開了，但是啊，應有的束縛啊，應有的這個法律這個邊界，對吧？契約精神等等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且這個也不太好，這個一下就能建立起來啊，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所以我剛才說了，治這些直播間的啊，這種以次充好的，實際上就是消費者的緊退貨，這本來就是一種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結果你把這個給取締了，對吧？緊退款沒了，所以這邊啊，這些以次充好賣假貨欺騙，他就得到了助長。當然有人就說了啊，那你緊退款的話也會遇到壞人，對吧？那些人他就佔便宜，是有這樣的人，而且恐怕還不少。所以這就反映的就是一個誠信缺失啊，契約精神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我又想到了啊，你說為什麼咱們這兒高利貸，對吧？銀行貸款、各種信用卡套現、種種這個亂象啊，為什麼這個別的國家沒這麼嚴重？它都有，對吧？連環貸、套路貸，為什麼我們這兒很多韭菜買了一套房，然後這一輩子就白幹了，房子沒了，銀行的欠債還在，對吧？最後導致貸款賣房，實際上都是一種失衡，就像這個造假的吧，販假的這些直播間失衡一樣。就是我們的消費者他本來應該有一種權利，結果他沒有了，這個權利被人為被官方給壓制了。你把消費者這個權利壓制，那中間的這些所謂提供服務的人，他們就氣焰就更加囂張，對吧？比如說啊，我們現在有個人破產制度，有個人可以破產，那你大家再想象一下，銀行敢亂放貸款嗎？銀行不敢，對吧？你把錢借給我買房，好，我現在失業了，我沒錢還按揭貸款，那我申請破產，我一破產，雖然這個房子可能也沒了，但是我基本的生活費還是有的，破產制度嘛。完了之後，我就不可能再負債了，對吧？我欠你銀行的錢沒了，我破產了。那有這個制度的話，銀行他就不敢亂放貸款，對吧？他給你放貸款的時候，他一定會查你3代，看你這個人信譽怎麼樣，看你這個人以後啊，你這個人你在就業市場你能力怎麼樣，對吧？你會不會失業，對吧？你人品怎麼樣，他一定會，對吧？多維度去考察你。然後呢，放高利貸的那更不可能了，放高利貸都是空放啊，很難有什麼抵押品。你可以啊，你那個利息，對吧？100%，年化200%的那個，前幾天咱們節目說了，對吧？借了13萬，1年以後變成1300萬，那這種情況就不可能發生啊，因為我破產了，破產你的高利貸的1毛錢不用還，破產了。你說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放高利貸的他都如履薄冰，他就不敢亂放，他對他的行為負責任，這樣啊，少了很多這種悲劇啊。你要知道為什麼咱們
們中國的科技公司一上來，对吧？他就要放高利貸，他就变成一个貸款平台，就是因为对这种中介、对银行，他没有任何的威胁，所有的一切都由消费者来承担。那你说，我要是科技公司，我有钱，当然我也放贷款了，一本万利，对吧？保证不賠。如果允许個人破產，那好了，所有的科技公司他不敢亂放款，你的錢放出去你回不來，我申請破產，對吧？你給我七大姑八大姨打電話沒有用，我破產了，我要重新來過，清零。那特朗普不是4、5次破產嗎？所以我們的政策啊是保護這些中間商、這些服務的人。就我剛才說的，如果你對吧提倡這種僅退款，那這些直播間對吧，這些以假販假，他都會掂量掂量。我這玩意給你寄過去了，到時候你說僅退款，我這成本再低，我也要錢呢，快遞費重要吧？他就不敢這麼肆無忌憚、明目張膽這麼幹，因為這麼幹他肯定會賠錢，褲衩子都賠掉了，對吧？銀行也一樣，銀行你敢隨便給人放款嗎？那些科技公司對吧，你敢搞個 APP 對吧，就開始全國薅羊毛嗎？對吧？那你遭遇的一定跟印度一樣，人家就把你這個小貸這個平台當做一個國補，補貼給我的，我先花着唄。當然了，個人破產制度好不好，這個另當別論啊。為什麼呢？因為在當下，如果你要真推個人破產制度，那很多人啊就開始動歪腦筋了。我先到處薅，對吧？我看我能薅多少，等我薅夠了，我申請破產。實際上這個啊，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是互相制約的。一旦實行個人破產制度，那麼你想薅羊毛，你薅不到，銀行不敢讓你薅，對吧？銀行就防着你的吧，就怕你薅夠幾百萬，然後你就申請破產。這個我又想到了啊，就像輿論場上，對吧？你壓制一派聲音，那另外一派聲音他就肆無忌憚，甚至啊還越演越烈，對吧？就五花八門，啼笑皆非，對吧？你把那個右邊的聲音，那些說理的、講邏輯的，你把他嘴給封上了。好，你這邊呢，這種唯史論，對吧？什麼《紅樓夢》、國有版，什麼縮影派，什麼真雞雞、永樂大典，這些啼笑皆非的他就出來了，不是一個道理嗎？對吧？也就是你沒有掌握好平衡。所以我總體上我認為啊，咱們這兒為什麼管不好，是消費者的權利太小，消費者沒有權利，消費者沒有手段，或者沒有可執行的手段，方便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消費者想主張自己的權利，那個程序太複雜，難度太高，導致失衡，對吧？所以大家仔細想一想，是不是這麼個道理？這就是為什麼，對吧？同樣的事情，同樣的玩法，對吧？在美帝那兒，在印度，它都不會出現在咱們這兒這種悲劇慘劇，對吧？當然了，這裡面更大的責任那還是監管，對吧？監管你到底想不想管好？你要想管好，這個事情一定能管得好。他不想管，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把這個中間商，對吧？中間這塊管得太死，他沒錢賺，沒有了灰色地帶，他從哪兒賺錢呢？他怎麼能從消費者身上賺錢嗎？消費者憑啥給他錢呢？對吧？這就像胡適一樣啊。為什麼在胡適天天把這個保護中小投資者掛嘴上，但實際上是縱容這些券商、會計師事務所、上市公司、大股東這些游資去割韭菜呢？因為這他們就割了之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啊。這黃雀不好直接上去吃蟬啊，對吧？蟬是他保護對象呢。這麼一說大家明白了，這他是不是管不了，是不想管，因為一旦把這管死了，他自己就沒有好處了。那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說你看嘴上說啊，保護消費者，對吧？維護消費者權益，實際上他要縱容這些各種啊什麼灰色產業鏈去坑消費者去賺錢，然後他們再去有選擇性的去打擊這些直播間這些什麼啊灰色產業鏈，不就是這個道理嗎？對吧？所以最近這個3大運營商讓人家美國給收拾了。明明這個電詐運營商這兒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運營商為了自身利益，對吧？為了自己的這個通信費，為了自己的這些收益的利潤年年增長，他就默許這些違法犯罪。運營商要想掐斷在柬埔寨或者緬甸的這些 SIM 卡，我覺得太容易了。他不知道定位嗎？對吧？這個可照期間密接，對吧？什麼時空伴隨者，那不都是通過 SIM 卡實現的嗎？精確到10米，是不是？我開車路過一個大樓啊，那大樓裡面一個這個陽性，我是開車路過啊，那時速慢也得30邁吧，我就成了這個叫什麼，反正馬就紅了。那你說你有這技術，你的 SIM 卡在緬北，在柬埔寨，你搞不定嗎？你是不想搞，對吧？還是沒那技術？即便啊，這個柬埔寨、緬北，它實現了什麼衛星通訊，對吧？一樣有這個技術手段可以識別，這只是他願意不願意幹而已。他這麼幹，他就相當於斷了自己財路。他為了自己賺錢，至於你們這些消費者受多大的委屈，對吧？受多大的損失，那不重要啊，那是你的事，對不對？所以我認為目前我們的這個制度設計啊，喊着是要保護中小投資者，保護消費者，實際上那僅僅是口號。所以最後總結一下啊，就是這種
旧衣回收產業鏈，我們有理由相信各行各業都差不多，對吧？一個嬰兒奶粉都管不好的地方，各行各業啊好不到哪裡去。第二個呢，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确實啊，從那個小農經濟啊邁向這個現代社會，這種契約精神還沒有，不知道契約什麼意思。熟人社會這個束縛啊沒了，但是新的這種制約沒有產生。第三個就是消費者太弱，就是消費者沒有真正的說保護自己權利的一個可執行的一個機制。第四個，我認為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啊，就是不作為，是不想管，不是管不了，最後啊淪為賊喊捉賊，這種選擇性的打擊一批，整頓一批，無非就是安撫一下這消費者。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